上去。文华兄啊，是。无孙娘拄则甲你敲电话讲你也无接啦。哦，我可能无伫咧。哦。我伫外口。你的目睭拢无看的哦。我目睭拢无看吼。安尼。有。我即摆是徛伫较头前遮，等下我袂徛伫遐无去。OK， 好。敢若咱楼骹，所以咯。好啦，我是讲迄个天气各方面。拢无去啊。拢无去啊吗？村里。村我吼。拢有啊，即马阁有啊。我即摆就是要设迄个 PowerPoint， 啊，我即摆甲设定就是敢若讲到讲话的人会出来伫迄个画面中间，所以其他的人拢爱 mute 起来，安尼较袂去荧幕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安尼。PowerPoint 还未开始哦。即摆要开始啊！安尼有看到啦吼。有啦有。所以敢若看到 PowerPoint 就甲伫讲台顶悬的人。甲无输着。啊，所以恁爱 mute 起来安尼，吼，等下的时阵啦吼。这不简单啊！这不能麦克风。还是 video。你讲哪？你是讲 video 啊，关起来，还是迄个声关起来？声关起来就好啊。哦。声关起来就好啊。没问题。那你把它给开始。没有。黄是不一样的。
即摆礼拜堂是 mute 啦。哦，OK。大概4分钟啦，嘿，当小可讲一下。哦，大家好早。要爸爸。就无事。本来要爸爸。你早困了，我无。我早起都无电话就起来。想到有一个回音的哈。是讲哪？有一个回音。有回音的，爱看什么人有用两个 device，还是安那？即马无啊，所以等下会记你等下礼拜要开始，就爱mute 起来哦。哦，OK。即马mute落来。怕高火，对。听着声。
即嘛无啥。嘿，有听到？你会使讲话袂？啥物人？你要叫牧师哦？你会当 mute 我含这。你听到敢有听到？他多记得敢有听到？无听到？拢无听到。啊，即摆有啊吼。来，开始。各位兄弟平安。透早，同心下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使阮平安有福气来到你的殿宇，来领受你的祝福。主啊，阮要为着阮的警察来祈求，祈求你使因有智慧来判断，也无用伊的公众事业的权利来伤害这个百姓，也求主这个抗议的人，达到伊的目的，也无用这个抗议来实现手段暴动。主啊，求主你拢使伊有智慧来判断，愿你的平安拢甲因基地。阮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祷告。这样子就听不到，所以下面。我先问。稍等我一下，我一时啊嘿，我来用一下，阮这边无听到声。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高极宽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是咱来同心吟诗而乐，圣诗70首，圣诗70首，上帝管理天地甲海，请吟全首。第70首。
上帝管理天地甲海。上帝管理天地甲海，愿咱全心无敬拜，无通无大上主之来，万福的主，雨水凉风日头的光，芳花归枝树啊苍，时时应明日来照真，万福的主，起来平安幸福轻松，托对所喜欢的当，大众天下的这方方，来耶和主，上帝不相信行基督，甘愿献心来救大国，山将我罪罪重重，白白相思，一段的福星星关联，感动我心加我的，所见的记忆来后边，喜里相思，灵魂的救罪的下面，世间修是啊先的，原来不打这段问题，万福的主。这是咱要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饼刀刃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世人忠告我，就天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那是11个学生去加利利，到耶稣所捌甲因定着的山，看伊就拜伊，总是有要求。耶稣滚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第一权已经拢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末尾。咱来读现代中文译本。
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到耶稣吩咐他们去的那座山上。他们一见到耶稣，就都向他下拜。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利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一切的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愿上帝祝福伫咱所读伊所启示话。这时，咱要请牧师为咱祈祷。伊今日带来的信息是受车肯。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伫这个圣灵降临地了后的第一个主日，咱来接主日，咱就先来献上祈祷。主必听从阮的天父，阮伫遮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感谢。过去3个外个的时间，全世界，特别是阮所行去的美国、亚洲这个所在，阮知这个疫情还阁持续伫扩展的这个中间，阮过去得到主你的保守，得到平安。阮也继续为着这个疫情来祈祷，也为着阮所行去的所在来献上祈祷。特别你为着遮个伫第一线咧做防疫，第一线咧照顾人，第一线咧提供人需要，甚至咱阮所看到伫美国发生遮个暴动，遮个警察因伫第一线中间，因所承受的压力，甲因的做法，求主你来启示因有好的智慧，正确的作为，也为着遮个抗议者来祈祷。无受到遮个暴动会来搅扰，互因会通照着因所诉求的民族平等这个议题来表达因的意见。阮咧为着遮个暴动来献上祈祷，主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伫阮每一个人中间，互阮无利用遮个议题来乱施作，阮会通。互徛起伫即个所在的人，拢得到平安。主，阮为着今仔日的主日，伫你的面前，要来纪念你为着阮降生、死、上天，然后找圣神伫阮的中间的工作。阮求你的圣神也甲阮来记得，阮会当领受主你互阮的快乐，来成做你车肯有路用。器具，阮献上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今仔日咱的主日咱伫教会历的中间叫做3-1主日啦吼。牧师用即幅图去看见讲，当初时所有找伊的门徒出去，一摆是12个，后70人有讲72个吼。2摆的车肯使徒出去，这个代志，互咱的思想就是讲，咱军队耶稣基督，也就是讲，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前礼拜咱圣神降临这个中间，咱咧讲，咱领受圣神，到底迄个目的是啥物货？有真济无共款的角度来讲，领受圣神。就爱安怎吼，有真济。即幅图画家所要表达的是伫迄个upper room 吼，迄个阁楼的中间，圣神降临伫所有门徒甲军队者的身上。咱知影借着使徒行传的记载，伫迄了后，因有做真重要的代志吼。这是3-1
主日为什么伫圣神降临了后第一个主日，咱其实是叫做圣神降临的第二主日啊。咱要来纪念三一主日，啥物叫做三一？中文甲台语的翻译三位一体啊，牧师感觉毋是足好的翻译啦吼。Trinity 无讲着体代志，是讲三二一，一二三啦吼。啊，这是足哲学的思考。当咱讲到三位一体的时阵，咱会去误解用足侪人会用迄个民间宗教的思考啊，甚至我有迄个泰国的基督徒朋友讲，我你有迄个四面佛吼，啊，足侪人会误解吼。其实毋是即种的概念。三一上帝所要表达的是三个上帝的临在伫咱的中间吼。三个上帝的款式，还是讲三个上帝的特质啊？但是迄是一个上帝，吼，是要讲即个物件，吼，是要讲即个代志。所以对旧约来讲，吼，咱有迄个圣杯上帝；对新约有启示着耶稣基督正做咱所倚靠的救主，伊是咱的基督圣子上帝。然后圣神降临了后。这个三一上帝的概念才完成。三一上帝的概念，毋是后壁的神学去捏造出来的。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耶稣就交代学生讲：恁出去去招万百姓做我学生，奉爸子圣神的名，三个做伙摕。然后牧师捌甲咱分享过伫创世纪，咱看见上帝的创造，迄个时阵咧讲上帝，是咧讲复数三个复数。这个概念其实伫圣经一直咧出现，一直咧出现，只不过是无直接提着讲三一上帝这个字安尼尔。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伫圣经内底，对旧约一直到现在，咱咧领受的拢共款，拢无改变吼。所以，咱有圣杯上帝的人物，咱接着耶稣基督降生，伊会顶受四败状落因母，咧对四人中间高压，然后有圣子上帝的概念。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20章，我搁倒转来看吼，伊讲爸找我，咧讲圣杯上帝，再来咧讲我嘛找恁，咧讲圣子上帝，然后搁讲。恁领受圣神，伫即句内底，其实嘛咧表达即个三一上帝的概念。爸找我，我找恁，然后恁领受圣神，教会就开始建立。所以教会基础是建立伫三一上帝的概念内底。你袂当讲啊，阮是即摆咱是圣神的时代，所以吼圣经毋免管啦。中国有一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伊讲即摆基督是啥物诶？是女诶，是因诶教主啦，吼，是女诶吼。即个就已经歪错去啊，无合理圣经诶教示，还是讲圣经诶原则啊。啊，嘛有人讲，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咱叫基督教，所以基督毋免信。那安尼，咱所领受诶救恩是安尼一半尔啦，吼，一半尔。圣经讲真清楚，耶稣嘛讲真清楚，伊来是爸找伊。咱若无接受旧约，咱就无法度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圣子上帝的概念。所以，咱伫圣神降临在了后，咱知影讲这是教会一个开始的一个起点。但是伫灵魂的运动的下面，咱对圣灵的这个人物，甲其他拢有无共款。伫拜五时，牧师也小可有去点着即个物件吼。你圣神的工作到底是啥物货？有足侪人有无同款的看法啊、见解啊，是讲个人的经验。当然，咱知影圣神的工作是足多样性的，亲像上帝所创造共款。上帝袂创造讲一个人逐个拢甲亚当生做共款，毋是安尼吼。上帝讲用咱的形象，即个咱是三个复数，牧师有已经甲咱讲着吼。用咱的形象有迄种爸的特质，有迄囝的特质，也有迄个圣神的特质，来造人，
毋是用迄个咱所看的面膜啊，面膜啊，毋是安尼吼。所以圣神的工作基本上有分个人甲公众，还是讲公众，还是讲咱讲团体经验，大概即两类啦吼。啊，伫教会内底，咱要追求的是迄种团体的经历，迄需要印证有啥印证？袂当讲上帝安怎甲我讲，圣神安怎甲我讲所以恁着爱听我的，即个拢有问题啦所以每一个国人，还是讲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文化的人，对圣神的认捌甲体验有可能拢无同款。但是圣神的工作有伊一定的方向。你会当讲圣神伫我的心中，我受到感动，所以我一定要倒去涂骹，我才会爽快。OK，that's fine， 迄无问题。但是对伫教会内底，上帝才着圣神要互教会的呼召甲经历，毋是安尼咱要安怎来去思考？我想这是较重要的代志。咱伫基督教的宗教的教会内底，咱讲领受圣神了后，一直到这个感恩节、大港节这段足长的时间，这规个节期拢叫做实践期啦，实践期。为什么要实践？就是咱领受圣神了后，较重要的是伫生活中间，伫这个宣教使命的中间去做一个实践的基督徒，做一个实践的教会，这是较是重要的代志。对感恩节了后，大港节了后，咱就开始一连串足侪宗教节期，咧帮助咱来记得讲上帝拯救的应允，伫拯救的历史的中间，咱的经历，然后去看到咱所受的呼召，圣神的充满，其实较重要是着呼召，毋是讲我得到圣神的充满了，我有偌大的恩赐啦，我会当创啥，我会当创啥。迄无重要，你会当创啥目的是要来做上帝交代咱的工，这个才是咱真正爱去思考要实践的代志。对于个人的经历的角度来思考啦，其实拄则牧师已经讲着，逐个人的经历拢无同款，但是若无个人的经历，就无法度去做教会，这咱袂当否认的。比如讲，足简单，牧师定定举这个彼得做例。彼得足爱讲话，足爱出意见，人讲咱也封做班长啦，但是当耶稣受了的时阵，伊3摆否认，伊嘛会惊。圣神充满了安那，伊行出来，勇敢传道理，勇敢见证，伊所跟随的是一个国外的主，然后引带侪人来信主，伊的个人的经历。产生一个加速，互这个团体有做伙经历的圣神。这个团体对倒开始，对彼得，对正文道，前礼拜牧师有讲着搁较有声喉的人嘛无在调，互3000人拢听。所以迄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圣经咱记得真清楚，因逐个人拢无讲无共款的腔口，互遐个人拢听有。彼得的见证，彼得的功道，然后影响足侪人来信主所以，迄个团队的动员是对个人的经验开始。一个无受到圣神呼召的人，无法度伫教会内底做一个好同工，这是较清楚的一个概念。但是，个人的经历袂当代替团体的经历，还是讲团体的目标，这个真重要对个人的角度来讲，圣神是啥物？圣神是保惠师。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甲咱讲真清楚，伊去了后要求爸赏赐一个、差遣一个保惠师来伫咱的中间，来甲咱三个做伙。这个是要甲咱每一个人，因为伊所看到这个门徒、这学生、这军队，这拢安那，拢会惊吓，所以讲愿恁平安，领受圣神。这个要称做保惠师来甲因三个比较，互因来想起耶稣基督的教示。以赛亚书第30章咧讲，你要向左或向右，你的教师在
后面有声音这样说哈，就是讲上帝这个圣神要提醒咱，这嘛是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所讲的。这个圣神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醒咱伊所有的教示。好啦，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伫约翰伫马太福音28章18到20个中间，耶稣互门徒的车遣词，你爱甲因教我所有互恁的教示，这嘛是圣神伫这个所在的工作吼。圣神是啥物货？圣神是火，照圣经的记载是风，是迄个指。意思是讲，咱来用火的概念来看吼，圣神的火是要互人的特质得到改变。我相信咱拢有迄个经验，听过茶经过这个火烧了后，伊的本质就无去啊，伊就变做另外一个特质啊。所以这是火的功能，圣神的功能嘛是安尼，要甲咱的罪的本性甲烧掉去，互咱成做一个另外的特质。使徒行传的第2章所记载圣神降临嘛是安尼。你看见伫门徒甲搁再亲像过去安尼，秘伫个房间底，落去床骹，倒转去原来的职业掠鱼，等等这个代志，因颠倒安那颠倒徛出来。你五旬节这个耶路撒冷是足闹热的啦吼。足闹热的以色列人真侪人拢伫这个时间倒转去圣殿来敬拜上帝。真闹热的中间，这个耶稣门徒甲军队者无搁再惊吓，因为火已经甲因烧过啊，因的性命改变了。照圣经来讲，因有足侪困难啦吼，因会晓讲方言，方言有2种伫新约圣经内底，特别是保罗的批信内底有咧讲到2项。对使徒行传的，甲咱讲真清楚，方言是咧讲地方的语言，就是咱用母语咧敬拜，咱嘛会当用华语来敬拜，咱嘛用迄个英语来敬拜，你若用迄个结文，可能咱就听较无啦吼。西班牙语可能会吐几句上届无讲 gracias 安尼。但是有真侪语言咱无熟悉的时阵，需要有人伫遐做翻译的人，互因会使听有圣经的文语。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时阵的主张。圣经袂当干那写做拉丁文，爱互所有的地方的人，无共款族群的人，会通读有圣经。所以这个方言真重要。伫初代教会要建立的时阵，圣神降临的时阵，门徒咧做的就是这个事间。因为迄阵无翻译圣经，但是因甲迄个国外的信息、福音的内容翻译做无共款的语言，咱会当家己去拼。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也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伫迄个所在。有人讲，迄个方言就是一种垃圾的话啦吼。保罗安尼咧讲，你讲灵语的人会只有造就家己。我拄则咧讲，分做2个，一个是个人的经历，一个是团体的经历，造就教会啊无。无输细汉的时阵有一个经验吼，阮兜后壁就是迄个高雄市上大的体育场。阮定定着放学了，着甲厝边囡仔拢走去体育场安尼踢骹球啦，佚佗安尼吼。伫迄体育场边都有一间教会，迄阵着除了去我家己的母会以外，我拢毋知影啥物教会啥物话，教牌嘛毋知影吼。有一工礼拜六，阮着伫遐佚佗。迄个无偌久吼，阮迄阵囡仔吼，咱讲走敢若咧飞咧，因为边仔是一个迄个安孝仁会的教会，因拢安尼，逐个人拢安尼吼，就惊。问题就是安尼嘛，就正如保罗咧讲的，你讲这个舌语是造就家己，但是别人听无。哥林多前书14章伫这个所在，保罗讲真清楚，伊讲我望恁拢会晓讲灵语，就讲舌语吼，会甲上帝会彼此的沟通。
但是我搁较毋望恁每一个人拢会当宣讲上帝信息的文字。这是讲啥物话？就是讲人听有的话啦。吼，因此，除非有人甲迄个言语翻译出来，互教会来得到造就，啊若无吼，言语无比传福音互听有较重要。这是保罗清楚甲咱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咧讲，伊咧讲遮讲。我去甲恁遐，如果只有讲言语，无带互你对上帝遐个启示、知识、语言甲教导，那安尼对恁有啥物利益？我真听真侪人足强调迄个言语吼，你会不会讲方言啊？要不要讲方言？啊，这个听起来拢感觉怪怪，甲像基督徒一定会晓讲，这个其实我会晓讲啊。你若要安尼讲，是我会晓讲，但是我咧讲迄毋是言语。迄是因为我学着文学样的一个技巧尔。迄毋是真正圣神的一个工作伫我的身躯顶。圣神伫我的工作，伫我身上的工作，其实是要爱我传达上帝福音的信息。这是圣神伫我的身上的工作，伫我的身上互我的呼召。要安怎讲出来，互人？也是互全教会得到造就，互兄弟姊妹得到造就。我想这是伫咱进入伫迄个圣神上帝时代，咱要爱思考的代志，毋是干那追求迄个圣神的文字甲迄个技巧，也是讲迄个材料安尼尔。所以，伫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佮继续安尼讲，伊讲共款的。我所讲的言语若无清楚，啥物人会当明白内面的信息？世界有无共款真济的语言，无一个语言无有意思的，所以拢有意思，但是咱爱去学习。阮着前一阵仔，阮所有囡仔拢转来，啊，咱知影牧师的厝有鸡啊，对无？阮第二后生足爱替我饲鸡啊，伊甲我讲啥？讲爸爸。你毋知影鸡仔咧叫吼，有30几种的叫法，无共款的意思，迄叫做鸡仔语啦吼。啊，伊听有我毋知影啦吼。伊的意思是讲每一个动物的中间的表达，拢有伊的意义。啊，这我相信。共款每一种的语言，拢有伊特别的意思。但是咱要安怎甲外国人来彼此来沟通，这是咱的功课啦，吼，咱的功课。一年代的毕业生有一个是对非洲来，吼，叫做什么话？前几冬甲台湾断交呢，吼。布纳吉什么话？吼，我是临时袂想。全世界吼，产者排头前第3名国家啦。啊，这个囡仔要来台湾留学的时阵吼，英语也无啥会通，中文也袂晓讲。伊来辅仁大学读无到半冬的语言，然后就去考试，啊考掉台大。讲北京要甲收啦，啊今年对台大毕业，啊伊去互选做台大国外留学生的代表，啊起来讲话，来讲感谢。同款，伊要来台湾读册，伊需要来学台湾的话，然后伫台湾来才受教育了，用台湾的华语伫遐来表达。伊若讲伊家己的话，伊上落尾用伊家己的话来共祝福，伊若无翻译嘛无人听有。所以，这个意思就真清楚。咱要去传福音，要传上帝的信息，毋是要去共强调讲，人我有圣神充满呢。人我有圣神的文字呢，人我有讲方言呢，迄对教会发展拢无重要。真重要的是，你要将上帝互你圣神充满遮个文字，要安怎互人会通明白？然后，咱会通用无共款的语言来甲人分享，互3000个人来听有。圣神互咱的力量是啥？牧师定来咧强调圣神充满的煎熬，互本来足惊吓惊死
才会温度勇敢徛伫正人的面头前。这是足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咱会记，足无简单的一项代志。是为什么彼得会3摆否认主？咱去倒转去迄个情景去思想看卖啊，或者是咱会当用现代的香港的情形，也是讲中国即马咧压制基督教教会的情形来看。即马还阁足侪教会咧去用拆，基督徒去用掠去关的情形。只要你敢承认，我敢相信一个尔，我无相信伊的领导，马上就去用掠去。伫迄个环境的下面，因只有闭起来，只有否认，才会当保全因的性命。这个情形，因伫圣神降临了后，因完全改变，无搁再惊吓，无搁再避，也无搁再毋敢讲话，因伫遐颠倒，伫遐宣告，因为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甲咱讲的上帝遮尔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叫所有信伊的人无抵到灭亡，要得到永远的活命。这个时阵，因体会到耶稣咧讲一句话，体会到约翰所记载上帝应允。所以，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来拯救世间人。因伫迄个所在去想到主的教示，这嘛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甲门徒所讲的。再来，咱要进入伫迄个所谓团体的经历啊。圣神降临了后，门徒甲所有接受各我基督的人，因经历着各人的圣神充满的经验。然后接续因经历共同的圣神经验，所以教会才会建立。咱会记，教会建立是迄个共同的圣神经验建立的。因对讲方言的开始，传福音的开始，虽然是一个个人的圣神的经历，但是正着安尼，拄则牧师一定有讲着讲，因会通翻译足侪无共款的地方的语言伫。主的行传第2章第50、第60节的所在，甲咱讲，有听到一个第6节讲一个真大声的声响，一大群人就聚集做伙，开始经历共同的经验啊吼，因就非常欢喜兴奋，因为每一个人拢听见信徒用因本地的语言讲话，这是团体经验，吼，这是团体经验，因会当体验着。使徒所咧讲啊，这个各我的信心，使徒所咧讲这个救恩的应允伫因的中间。所以咱会通看着讲，因伫遐来经历，亲像因伫使徒行传所引用的约翰书第2章，伊讲借着先知所讲的话，伫世界末期的中间，我要将我的圣神、我的神来摒伫每一个人，这是个人经历。所以，因会愈要宣告我的信息，因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也是讲各有梦想啦，吼。伫迄个日子，我要将我的神来摒伫因的中间，甚至互我的奴仆奴婢，意思讲每一个人啦，吼，因要宣告我的信息。后壁，因要宣告我的信息，这是要进入伫共同的圣神的经历。就是咱拄则讲《使徒行传》第2章56节，遐使徒因用无共款的地方语言，伫遐来传福音共款。再来，咱看见因伫迄个所在来呼求主的名，做伙伫遐呼求主的名，意思是讲因伫遐做伙祈祷。咱知影吼，个人的祈祷甲团体祈祷，像拄则主敬带咱的祈祷。迄个公众的祈祷会无共款啦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开始组织做伙，做伙伫遐来恳求上帝，然后伫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的中间，看见因开始去实践团体圣神充满的见证，还是讲生命改变。所以因伫遐就逐工爬饼，伫遐吟诗学乐，归荣光互上帝，然后。上帝将逐工得救的人加添予因，请咱会记哩。
照第一个圣经充满的记载，教会必须要去经历实践圣经充满得救的生活。安尼见证者有法度，互上帝得到感动，逐工将得救的人加添伫咱的中间。咱看是圣神的应允，圣神的应允，圣神是圣经内底互咱的应允。拄则已经讲到迄个约翰福音14章。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会看伊讲耶稣伫迄个所在，甲门徒三角片，伊准备要来上天。耶稣伫显现的时阵，也甲门徒讲领受圣神。然后伫使徒行传第1章，耶稣叫门徒伫迄个所在听候就是要爱来领受圣神。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对门徒所提到的这个应允，就是有保惠师，有应允伊要甲咱同在，应允将平安留互咱，应允咱会记得伊真理的教示，咱会去想到，然后咱要开始有听做一个有行动、受差遣的教会。门徒也是讲基督徒受圣神充满的目的是啥物货？有真侪人强调温数，有真侪人强调圣神充满的经历，圣神的气力、医治的新约，但是这个拢毋是上重要的。咱若借着保罗伫哥多前书所甲咱讲的话，上重要的部分是领受呼召，过一个团体有见证的生活，然后出去。咱倒转来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耶稣甲门徒所讲的话，咱一般称这段的经文叫做大使命其实使命的大，毋是因为伊真大，使命的大是因为咱听到上帝予咱的呼召，然后咱愿意出去做见证，传福音，叫人来信主，这个是咱的代志。偌大，上帝上大，其他拢无重要。咱这个时阵感觉宣教时代去国外啦，去落伍的所在啦，还是去其他的乡村啊，还是国家啦安尼才是迄个大使命的宣教。基督教的发展的历史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安尼咱知影欧洲遮的国家、西洋国家，因去逐所在去殖民就带来这个福音福音就做伙出去这个300-400年前的代志。但是咱爱倒转来思考啦倒转来思考我捌甲咱三角分享，伫台湾其实基督徒的比率。佫维持伫6%左右尔。伫咱的周围，佫有94% 的人是咱的宣教 field 咱的宣教区啦咱的朋友的中间也有真侪人还未信主，伊拢是咱的宣教的对象。甚至伫咱伫台湾的中间，我毋知咱知影即马原住民的语言有几族，你知影无？莫过迄个九族文化村已经是即马原住民的圣经翻译已经是16-17种以上佫有咧继续咧翻译的。平埔族的语言嘛咧复杂的中间嘛有客家嘛有咱咧讲华语的族群，等正的。有真侪人对国外去到伫台湾。讲的移工还是讲外劳即摆拢讲移工啦对因较袂安尼讲有轻视安尼因有讲无共款的语言的人。伫台湾，咱要安怎来甲遮人接触？是毋是咱住伫美国的台湾人，咱周边也是讲咱的囝儿世世嫁娶中间，嘛拢无拄是台湾人讲台湾话。咱要安怎甲因有一个好的community？伫迄个所在，互因明白咱所相信的信仰福音。当然，有个人信仰无拄变啊较歹，
但是咱周边也有一人伊枵袂信主诶，咱要安怎来思考上帝互人？再转来28节到20节，即个中间有讲几项足重要诶代志。耶稣讲天顶地下诶权柄拢已经失去。天顶地下诶权柄就是赢过这个世间诶，赢过像咱今仔日所信仰个别诶使徒信经，对世人中国我打上天，嘛赢过迄个死淫撒旦诶权柄。因为安尼，咱知伊是基督，咱诶主，伊是圣囝上帝，所以伊甲咱讲，恁着去。恁着去，即句话当初时的context是甲文道讲的，意思讲，恁伫遮已经跟对我3冬久的时间，恁毋是伫即个房间底关掉的就好，恁着去，意思是讲出去，爱去做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后壁要讲的。所以基督徒袂当干那讲啊，我来遮做礼拜就好。啊，有诶人即摆就可能认讲啊，我着倒礼拜就好。我想毋是安尼吼。伊上帝互咱遮个耶稣基督互咱圣神诶充满，是要爱咱去。咱即摆用 live stream 诶目的，就是要去到咱袂当去诶所在。可能咱台湾熟悉诶朋友，还是咱其他诶朋友，我知影咱嘛有朋友将即个 YouTube。送转去马来西亚，甲因诶朋友咧分享，因咧厝里人分享，咱着去用无共款诶方式，用无共款诶一寡可能性诶角度，互侪人会通接触到福音。主在帮助咱有迄种诶意愿，愿意去。伊诶目的是要互万百姓来做主诶门徒。要互万百姓做主诶门徒，所以咱是受呼召诶一群人，咱受呼召即群人，咱要出去互万百姓做主诶门徒。万百姓指啥物人？圣经无直接做specific咧讲倒一个民族，但是咱若思考讲。原来意思叫做 all people， 所有的人，所以咱无需要出去伫外国，无需要去伫迄个人里，咱只要愿意讲，我即摆有迄个 online service， 啊无你来加入者，咱就是啊，咱就是咧做这个工作，来做主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毋是干那讲哦，你信主你就袂破病，即个毋通后壁讲，伊来讲。你也传福音，甲分享国外的信息，互伊会通来伫咱的中间去担着上帝，然后奉爸囝圣神的名来行洗礼，教示因来遵守主一切的教导，然后领受迄个以马内利的应允。以马内利的应允确实是重要。就诗篇23篇所咧讲诶，当我行过死荫山谷诶时阵，伊犹原甲我生个对面。我相信伫即段看定诶时间，全世界拢在面对即个疫情诶中间，每一天全世界有10万人着病啦吼，新增诶病例有10万以上。咱要安怎来面对？咱要安怎来看待即项代志？上帝同在伫即个时阵，对咱来讲。上帝同在是国外主的应允，要互咱伫伊的应允内底会通得到伊的保守，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恩典，你应允这根圣神伫阮的中间，也阮会通领受来做你受差遣的路谱。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逐所在拢会通甲阮的朋友分享阮所领受的恩典。主啊，你互阮的恩赐侪种，兼且阮真够甲人分享，兼且阮真够疼人，兼且阮真够招呼人，
检查我的身躯边有侪要要信主的朋友，这嘛是要。求主互你互阮有勇敢的心神骨气来领受你的呼召，受你的召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将你应允同在的救恩来甲所有的人来。阮伫一段时间特别爱求助你平安的灵感，保守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咱感谢牧师为咱的勉励。这时咱要过来吟诗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的叫，请吟全首。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请咱大家甲奉献设立一个回笼，咱会当寄互主业，也是讲咱决定来教会礼拜时同齐奉献，这是来吟奉献的诗。光光天明最的路。
同心压头来祈祷。我的爸，也有我上帝，求你用你的恩惠款待你的百姓，用你的救恩临到阮，愿惹你受气，像瘟疫流行伫阮这个世界的中间。阮为着阮人类的计谋来回击你，因为家己的罪恶，阮家己降罪逼责。就听你恳求你听阮的哀叫的声，迄个阮的危急，就是叫你丰盛的阻碍来回心转意，愿阮人类伫你的面前得到怜悯，互阮一届来祝谢你，保护你的性命，你所赐阮的一切。而且献上阮无限的感谢，祝你欢喜接纳阮对神的出来对你所有的感恩，愿用出拢成就你。阮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名，阿门。这是咱要请牧师来基地关怀甲补充报告。咱继续为着李牧师是文华兄最近有几摆头壳咧疼吼，咱也为着因来祈祷啦吼。当然咱若出入，咱着爱做保护吼，甲人维持一个距离吼。牧师有发现啦吼。最近的人伫行街路顶悬吼，拢加足有礼貌，拢会相让吼，这好事啦吼。咱为着最近伫美国所发生遮个代志，遮活动来祈祷。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有平等的权利，徛起伫逐所在。但是咱无因为用即个议题就伫遐来四界抢夺共放火烧吼，咱为这个来祈祷。咱即个月有3个受星啦吼，牧师拄好伫今仔日啦吼，这个美智节吼伫19号吼，这个主的兄伫20号。咱请牧师来弹这个生日歌吼，咱来唱一下，可能现场收音无安尼好吼。祝福好，咱即马礼拜堂渐渐开放吼，渐渐，咱就转来服侍了，转来像牧师今仔日嘛1点中间，咱就慢慢，咱开始来计即个位吼，计即个位，今仔日有5位啦吼，慢慢的让愈来愈侪人转来时阵，咱习惯迄个距离，咱若有距离，喙暗可能是 OK 啦吼，伫内底的时阵。咱唱圣诗，就莫出声，莫开嘴安尼吼，安尼就好，来开始来慢慢学习啦吼，慢慢学习，来做好个方便安尼吼。OK，同款咱实体礼拜甲 online live stream， 也是讲咱的互动礼拜，咱会讲会继续吼，继续咱慢慢接着安尼，莫讲转来礼拜了，这段无去吼，咱嘛当保存，也是讲。咱若无拄好袂当来礼拜时，咱伫就像即个阿叔兄因伫北加州的时阵嘛，会当安尼来参与吼，咱用即个方式会当来两方面拢来继续吼。咱奉献拄则有讲着吼，咱会当加较存落来做伙奉献，也是讲要寄互教会，还是寄伫迄个David的厝吼。拜
暗时题目台护书第4章吼然后就要结束了后，咱要参考惠门书，了要参考加勒泰书吼咱当做一寡准备，先读一下吼。好因咱教会目前照政府的规定，咱会当渐渐恢复这个礼拜人数有限制，但是袂当 serve 迄个中昼顿。所以无 serve 中昼顿的中间，咱可能主日学就无法度来恢复，因为可能腹肚真了，听袂介清楚啊。所以等恢复正常了后，咱才来恢复主日学的这个会安尼吼。好牧师开始要排第3季的学生，若是讲你有其他安排，请你来甲牧师讲吼。前礼拜出席27个人，网络会增加有10个人吼。安尼甲咱讲奉献有820块以上，后主日个这个事奉甲圣经咱有传授互人吼，服侍的人这个所在吼。好，来。咱要谈今仔日的金句，记载是诗篇第8篇第3节到第4节，诗篇第8篇第3节到第4节。咱来谈两解。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拜的日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晓得；人的囝是啥物？你管顾。搁一解。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拜的日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晓得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管顾伊。诗篇第8篇第3节到第4节，这是咱来今刷编的编的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次刷，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主的圣神甲咱三甲天地，赏赐咱对天来的平安，保守咱甲咱同在，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会当甲咱的声音开出来，还是咱的camera 开起来吼？咱会当做伙来请安交陪。爱。我等下我说。你啊，iPad 还没来呢。玩笑。稍等哦，我开掉诶，围住了。好，来，来，阮今日有5个字，礼拜长者。两三四。嗨。看者阮今仔是用安尼，现场有用这个，因会当看到 PowerPoint， 所以有拢总有几若台机器伫遮。这不是。今仔日主请迄个最后迄个第二首诗吼，伊唱到真好哦，大家甲拍扑啊一个。无听。对啊。啊，我加入我伫遮，来，敢无有伫遮啦？伫遮，伫遮，迄个角落遮。阮拢穿口罩，伫遮拢穿口罩。无人遐才无伊，无人遐就无看到人。那无。头前的无人看无，我来。我无开。无开哦。有啊，我有开哦。无啊，你无有看到哦。无看到人。我输入挂口罩。有啊。有啊。哦。你敢看有爱情啊？梅花座。公孙的。公孙啊。有。免讲，我即下毋知伊伫倒。搁咧问人孙啊 ？Hello。你叫我上。啊，你去遐尼久哦，住伫遐住遐久哦。我来偌久啊？我来2礼拜，我来2礼拜啦。2礼拜。奶妈咧。有啊，伊就来1礼拜外啊。啊，所以你要出头天啊？我得袂啊，得袂啊。背迄个碗呢？这边2礼拜啊。哦，也个咧乌困。宝贝，拜五无看到你呢。互人发现咯。力量呢？所以我有吹，所以今日来就吹。恁无人讲话吼，我即摆讲一下，我古早2008到2009。